为着要推广有机种植，也来解决欠工的问题，台南农改场是引进纸模啊补田机，透过一沿纸模啊捅出来的黄啊以外，这杂草拍袂到日，就拢袂发出来，唔免佮加请人来除草。不过目前这台机器是还佮伫咧推广的阶段，希望未来政府会当来补贴费用，互其他农民嘛愿意来投入有机种植。补田机咧田里驶来驶去。但这台为日本引进的纸模补田机，在补稻时，同时会覆盖一沿纸，互水池周围被纸包围，会当将杂草针子和日头隔开，杂草就生不出来。一层纸，然后呢，在上面插秧。那我们杂草要生长，就是阳光、水分、空气嘛，那我们盖这个纸上去就是怎样？就是把那个阳光把它阻断掉，阻断掉，它就不会长了，杂草就不会长。现在有真侪农村面临人口老化和欠工问题，若要推广有机和优先稻作，看阁找无人敢满草，将面临栽培有机推广困难。当然，农会这2年经过试验，发现防治杂草的效果袂歹。它的费用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就是要有赖于政府还有农会一些小金额的补贴，降低农民的那个成本啊。就即马的有机推展的时阵，即马变做讲伊的价位甲咱一般的价位较悬啊。当然，农会表示，为了推广种植有机水稻，农会已经使用纸模补稻机试验3期水稻种植。虽然防治杂草效果袂歹，但因为成本较悬，期盼未来政府会当补贴纸模费用，以提高农民投入有机栽培意愿。公视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。